好来，麦克袂开开哈。来，馆长甲咱线顶所有的台湾的友志甲好朋友，大家好。哦，老师好，老师你好，咱吼，其实迄个接到安珠老师吼，邀请讲要咱关怀基金会吼，就用心尤其咱馆长吼，伫咱台语文的推广就用心的吼，希望大家到学院吼会当到支持一节课就对啦吼。其实迄个这比我上课，虽然我定定咧上课吼，毋过毋捌上即种，为着这1点钟，毋知要上啥，毋知要上啥，压力真大吼。老实讲，压力真大，所以昨暝其实我家己遐加一点一直咧想讲应该安怎来讲吼。进前虽然有新做一个物件，甲加一寡物件起哩吼。所以怎困无好吼，困无好，所以迄个。精神是介好啦吼，所以若讲了无好诶所在，请大家多多包涵吼。好，我即马就开始来分享。伫这过程我可能会有请几个点着名诶好朋友还是老师吼，不管有熟悉无熟悉有诶部分，麻烦你甲我念一下安尼吼。好，来，毋知大家有看到我诶 PPT 无？好，来，可能有线顶的老师，还是咱的友志吼，可能捌熟记，有的人无一定捌我，我着家己报一下加盟者吼，家己自我绍介者吼。我姓林吼，叫淑琪我是台语大汉的台南囡仔啦吼，庄脚囡仔吼。即马咧做的工课是新北市的台语指导员吼。我出世伫台语家庭，即马嘛是台语家庭，安怎讲呢？因为我家己的查某囝，我家己的查某囝我有一对双生查某囝对伊出世，阮就是完全含伊讲台语，不管阮兜的录音带，迄阵叫做录音带啦也是即个录影带，阮全部拢是迄个买台语的伫伊还未读幼儿园进前，完全互伊一个母语的环境所以阮是一个正港的台语家庭啦到即马我的囡仔真大汉啦伊嘛是希望，就是讲含阮讲话嘛是用台语来讲啦这是我感觉真安慰的一件代志好，迄个我会记前几摆淑琪的名无啥物特别真济我今嘛有看到有一位嘛叫淑琪，只是。字无共尔进前咱有请一位台南的淑美淑美老师伊是一位真优秀的台语老师伊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讲恁认为台语是啥物啦台语是啥物我看到有人写啥，写讲对来讲台语是种啥笑脸嘛有人讲台语是安那食到老伊才知影的宝贝对我来讲是啥呢今仔我其实是要对遮来讲起台语是我的人生里一段美丽姻缘是安怎讲是安怎讲我会做真济台语文的工课，其实嘛是因为这段真美丽姻缘啦所以我今仔日的主题要对啥，我行过台湾路到今仔咱的主题听故事捌乡土安尼来讲我有准备49张的 PPT 来和大家分享我着对我家己其实年岁有一点大所以真侪记忆已经拢扑糊啦就是有点模糊的我家己其实嘛袂记讲到底是啥物时阵开始接触这个台文，虽然细汉拢讲台语毋过嘛经过经过迄个讲台语的发钱的年代啦到我做老师我即马嘛是国校的老师我做了老师以后因为我伫即摆新北市服务新北市服务迄时阵呢叫做台北县办一个啥叫做演讲比赛，台语演讲比赛迄阵我教高年级教高年级囡仔要参加校内比赛咱就是讲真做一个老师嘛一定会想讲不管咱会晓袂晓咱得尽心甲指导
因为可能自细汉就是台语家庭，所以台语才会晓讲吼，所以我学生就伫校内得到真好成绩，嘛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迄阵应该是台语的演讲比赛啦演讲比赛，所以我家己找到的啦找到的上早的续奖令是85年的啦85年的1996，其实伫这进前啦，进前，因为我家己毋捌特别去收集这找整理家己的物件时所以真侪人应该第一届看我用这个物件有一寡人上过我的课，这拢是我第一摆我想讲要安怎和大家来分享我行过的路，所以去整理出来因为这有一个真特别的因缘真特别的因缘其实伫教的过程，本来家己的学生家己的学生因为较了解较好教，后来我甲落去教第二级还是中年级的时阵，学校就甲拜托我指导，我会记迄当时做指导台语是无减课的，而且迄阵应该迄个年代一个老师对拜一到拜六甲上半工，一礼拜敢若有30出头节的课，一班尤其新北市足大一班要甲60个囡仔，所以我教囡仔台语拢毋是伫学校教，因为伫学校足无用，你解足侪课外上足侪课，所以我就利用利用美时啊，也是假日可能假日来阮兜要甲煮饭互伊食有一当教着一个查甫囡仔，我其实袂记伊的名迄是我人生足大的一个转变。每时啊，叫伊来练，还是假日叫伊来练，伊总是会找足侪理由，难咩音上安怎，难咩音上安怎嘛是因为安尼，伊毋是家己的学生互我怎产生一种想法，我想讲甲别人的学生足忝的伊嘛无法度体会老师的心情所以我怎一种想法讲规气甲伊来比好啦，甲伊来比好无我真正毋捌想讲要去参加比赛所以我就参加这个这是我的学生啦等者有一张我的迄个奖状啦这是我的学生，一个叫林婉婷，一个叫林嘉玲这个囡仔是我指导伊台语演讲，足甘心的是因兜毋是一个真富裕的家庭因为我甲伊指导伊参加演讲演讲伊嘛得第几名，我家己其实嘛袂记这个囡仔是得英字的全国第一名，全国英字第一名这个囡仔因妈妈迄个为着要感谢老师用遐济时间遐济心情甲伊教我会记迄当阵的演讲稿是一个囡仔爱10篇2个囡仔爱写20篇其实我家己敢有改到无影啦我迄个我的台文老师应该算是阮翁啦因为伊接触台文的比我搁较早所以阮兜有真侪台语的册阵我的囡仔真细汉我啥物都无啥会晓，家己就安那等阮囝困就去找一堆台语册出来，台语的俗语看这个演讲稿这用会着无，家己安尼土法炼钢学袂练的啦所以学袂练嘛练出一寡经验我这个学生的妈妈为着要对老师的感谢我印象足深的，伊家己炒米粉炒米粉煮迄个笋仔汤，挑倒摆切到我的教室伫4楼摕开互我的时阵，我会记笋仔汤剩无偌济，毋过安那心内也是感觉真温暖真温暖所以伫这过程中伫指导囡仔过程中，其实嘛互家己累积真侪经验迄个即工1998这是咱第一届的这个乡土语文竞赛87年，就是我的人生其实就是因为即当有真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讲因为迄个查甫囡仔要练毋练，所以我怎想讲该来比好该来比好迄当时呢会拢读比赛是30篇文章用字拢无统一，嘛无音档嘛无即摆书店，拢无啥物资源无啥物资源我家己就学白念啦应该嘛毋是讲学白念啦，因为厝拄有阮翁会当讨论啦甲阮翁有一寡台文的一寡朋友比如讲迄个
陈明仁先生吼，明仁兄吼，我会记迄阵我把伊的文章，我把敲电话甲伊请教讲，安怎读吼，因为可能伫即篇迄字，伊是写即字，伫迄篇写迄字，我无啥确定讲，迄个用字应该安怎读，所以迄个过来新北市政府有办3天的即个一份，3个半工啦，3个半工的一份的演习，因为拄好迄当阵，想要讲感恩的一天吼，就是迄天拄好是阮翁吼因伫宜兰办一个认捌台湾的演习名，吼，免费互老师参加啦，会办一寡，比如讲台湾的认捌台湾的历史啦、文学啦、音乐啦、环保啦，吼，等等的议题，甲会带老师实际去行踏，吼，去了解家己即个土地的一个演习名。迄阵伊拄仔做会长，要甲敢若是百几个学员咯，印象嘛有介清楚无吼？真侪学员要甲伊翕一张合照啦，吼，要做伙甲伊翕一张相，迄个有乌多摆，吼，迄个炸掉的，伊怎去搬迄个乌多摆，伊要去闪着，闪着了伊转来吼，伊即日我做有即日讲的，做有即日的啦，吼，就逐工嘛是无闲工无闲使吼，后来迄个规个到尾袂行袂倒，吼，爱去病院开刀，我会记即迄阵我家己子宫嘛无介好，定大，就是讲大出血的对啦，吼，所以迄当吼，迄当我拢无去参加一份，吼，我会记迄3天我去病院，阮翁开刀会顾伊，吼，毋过嘛足感恩呢，伫迄当我得到即个。全国的这个乡土语文竞赛的这第一名吼，第一名吼，好嘛，因为这第一名吼，因为是第一届的，所以我比别人有较侪机会啦，吼，较侪机会来参与一寡工课吼，这是我家己资料找到的物件啦，吼2002年吼，咱的教学资源人员因的考试吼，我会记敢若伫新竹的款啦，吼，敢若伫。新竹的教育大学是对我介绍个字啊，吼，伫新竹，吼，我做这个考试委员，吼，过来伫2007年，就是民国96年的时阵，咱甲恢复这个朗读比赛，迄阵教育部找我去录咱的这个朗读文章的朗读文集啦，吼，迄当时有133篇，133篇。我含大家应该拢真熟悉的方辉吼，迄个阮一个人，我录66篇，录67篇的款啦吼。迄阵阮拢去教育电台读这吼，这嘛是互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啦，因为家己捌的有限，透过别人真好的文章吼，我去欣赏到真侪好的这个。台语文，还是讲学着真侪即个好诶台语词吼。好到2008年过当年诶时阵吼，教育部有做一个叫做台湾版南语我嘛会线顶诶有声功能网吼，伊即马伫咧整理，吼，因为迄速度迄真早真录诶吼，伊即马整理吼，所以有机会去通参与一寡即个教育部诶工课啊，还是台语文诶工课啊吼。到2012年的时阵吼，迄个咱有名的即个我拄则讲的明仁兄吼，伊是咱有名的即个台语的小说家吼，伊的作品，伊真水的即个文学作品吼，他乡的故事吼，我有去甲伊导录一部分啦吼，吼。好，2014年的时阵，咱台大有一位杨秀凤教授。吼，伊迄阵应该是嘉义伫国语会款吼，敢若是嘉义市的学生的款吼，我袂记得透过嘉义的迄个刊行啦吼，伊去甲杨秀凤教授因有做一个要含即个英国的伦敦大学因的亚非学院吼，即个台语教材吼做即个录音吼，好。伫即个做台本的过程吼，后来伫阮新北市的辅导团成立的时阵，第一年我是做因的顾问，
啊，第2档因请我这边做团员吼，啊，所以嘛有机会去编真济这个教材编真济教材迄个其实讲着编教材，其实我足惊啦因为毋是计较啦啊，就是迄个只要应人，咱拢有一个压力有一个压力啊，所以我会记第1档的台语教材，迄阵就有人找我去编啊，拢无啥通看，编甲足辛苦的，编甲足辛苦的啊，嘛编甲去大院所以后来人找我编教材，其实我拢拒绝啦啊，毋过辅导团就是入去拢爱做拢爱做啊，我有一群好朋友啊，一群对台语文有共同兴趣的这个团员啊，阮做伙编12册书面的，啊，过来阮甲改做多媒体，所以其实到底编偌济档，我家己即马嘛记袂开。敢知影讲，多媒体物件是对102年开始啊，这等者我会小可放迄个实体物件，互大家看者。若是咱内底有一寡迄个海外友志你若要使用，其实拢伫网络好，啊来，我嘛有做这个新北市的亲书生的这个绘本啊，这个我用应该咧讲对于阮90几年到108年到108年，敢一档毋是我做的尔迄个逐工我拢会开差不多10工到10几工的时间，甲因咧，阮团员拢会先分配迄个先一人负责1本到2本啊去出去掠字词啊出题目啊，改文稿啊，了我会全部20几本拢甲顺过啊，我做代志怎规模啦，我拢可能会印出来顺5遍6遍啊，因为我想讲要放伫网络，互大家学习的，我希望会当做到100%大正确啦好啊，所以迄个这嘛会当互大家参考好，啊，阮的这绘本内底就像安尼迄个有这个这是。阮办的比赛亲书生的比赛有真侪优秀的老师写的因的作品啊，下骹有这个底线的所在甲试的就啥，比如讲这是咧介绍这个看见台湾看见台湾，还是讲这个导演这必林先生啊，甲有这啥，迄个阮团员拢会出题目啊，互大家有做上课真好的资源就对啦啊，这等者我用实际物件互大家看者好。啊，我昨暝其实家己伫遐做啥，是做到11点外啊，就是加这个物件加这个物件，我咧想讲，我伫学校一定，咱即内底一定有一寡是啥，和我共款伫学校咧做老师的是做一个老师，不管是国校老师，还是咱国中的老师迄个书记老师伫嘛是其实我教册30几档啦我民国74年出业的，74年出业，我家己拢袂记算过看几档真侪回啊嘛行过真侪路，啊，伫我的教学生涯内底，其实我家己感觉真欢喜的一件代志是，我教囡仔台语，毋是为了比赛教，是教多数的囡仔啊，迄阵这是我家己的班级，迄阵我带班啊，教学生做这台语小册啊，迄阵咱的用字甲还袂定字啦。还袂定字啊，所以迄个教育部迄阵还袂规定用字的，所以一寡用字可能含即卖无啥共迄阵我含阮翁有写迄个编写人捌新增的就是透过这个同韵来人捌新增的好，啊，这是我前度甲因听者。无听到声。好，你听袂见声？人讲无听到声。我来，把紧来好，我用讲的好，来我用讲的就好听袂到声迄个第一先甲大家说明者，就是这其实我家己拢袂记是几年做的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因为还袂定字，所以你有看到真侪用字，和咱即马教育部用字无共啊，这是迄阵我的学生因画阮有做10几条这个同韵要互囡仔透过同韵自然来人捌新增啊，迄阵我嘛毋是，迄阵我会记我做学年主任，学年主任带20几个班啊，我迄阵迄个我想看觅。
除了教家己的班，我嘛教阮其他的老师，互因会当教因的学生啦，吼。这是我家己感觉伫我教学生涯内底，真有意思的一件代志。我就想讲，会当提出来和大家分享，吼。这个是迄阵我的学生吼写的啦，吼，写一个心声，我用一篇和大家分享者，吼。我迄个请一位好无？请一位来替我念者，请一位来替我念者，好无？来，迄个先要替我念。来，我给你念。好啊，来，好来，伊写的是华语啦，吼，来，歹势来，一直走起来。现在对台语有兴趣的人真少，恁老师，为伊说，来，歹势，一直学袂走。为要互阮搁较有兴趣，就是讲老师用台语同韵的方式，含做小册的方式教导阮。好，伊讲伊上到做这个细本册啦，吼。伊讲伊感觉这个活动，互伊会会当搁较了解新庄，嘛搁较有兴趣来学台语，一定学袂走呢。吼，伊讲即摆这个通韵吼，伊一定拢会当念甲吼真煞脆啊，吼。伊讲只要用啥无共的方式来教学吼，相信一定有足侪人吼会当学，会当甲台语学好会晓，嘛会当真简单吼，歹势一定学袂走，会当真简单去了解家己的故乡啦，吼。所以讲老师，我要甲你讲哦，我真介意这个活动。你看这囡仔。画图吼，实在是吼，迄个真趣味。这画阮新庄的这个什么卖鸡汤百年老店啦，吼。这是阮遮有迄个百年老店迄个苏家粿啦，吼，拢有一段历史伫的，吼。好，迄个我嘛捌做过美术老师，吼，会带21档的班了后来真无用，吼。我怎去做科任，学校无都排台语专任互我教。所以我迄阵主要是教美术老师，兼4节台语尔。我伫我的美术课，我着嘛教囡仔吼来写台语的春联吼，我拢会排4礼拜的课吼，过年前排4礼拜的课互伊写吼。我请金雅老师好无？金雅老师，金雅有伫无？有，毋过我用手机收说你看无诶，歹势。你看无？好来，手机歹势。好来，金雅老师来，金雅老师，你刷进来。金雅老师用手机，我嘛用手机啊呢。你用手机啊？好，我来摆。好来，OK，来，问题就是想要我教因写啥呢？想要变水吼，爱食果子啦；想要变巧，爱讲无语。教因写这，甲两张细张啊，我用写2张对联，甲写2张细张啊，叫做巧含水。迄阵迄囡仔欢喜甲，摕转去，我讲叫伊转去走到因兜的门哦，迄个有的囡仔伊才会甲我讨出来，讲老师我会当加写无，这我嘛是家己感觉，不管伊写了水也是歹啦，4礼拜无可能写到偌水啦，最主要就是讲透过这个活动，互伊去认识咱家己的迄个语言安尼好，过来以前真爱学白做伫学校做老师的时阵我嘛，迄阵我已经做，阮学校甲我排台语专任嘛，有一档甲我排台语专任。我会记我教10几班，10几班一班可能迄阵差不多30个囡仔，所以有300几个学生。每一班母亲节我拢互伊写啥物，用台语来写出对阿母的感谢，对阿母的爱，主题就是阿母多谢你。迄个我会记300几个囡仔，我逐个拢甲因改，一个甲因改，改好了，选几个写较特别的，叫因中昼时甲重新誊写一次，你我甲因做成一个安尼，讲阿母多谢你，甲放到阮学校对，阮学校这入来遮这个穿堂迄个有这个厨汤啦，这厨汤厨汤有当时大家拢无想要布置嘛，我甲阮教务处讲，无一地互我，迄地我专门来教台语文的物件，我就甲囡仔这个伊的作品甲放伫遮，其中这个学生，伊妈妈是越南人，迄个后来是我补课的学生，伊和我分享，伊讲，伊入来时看到因囝的作品，伊足感动的啦，是安怎？因为因囝伫
教室内底是一个，就是同学拢伊可能定定会发性地吼，所以同学无啥，就是较会甲排斥啦吼，所以伊其实伫伊读册期间吼，并无介欢喜吼，毋过我发现发现伊真正有即个文学的天分吼，因为伊逐工拢写无共呢，我改甲过程写，我甲叫因来录音，伊甲会讲无共吼，而且伊台语讲我足好吼，后来我知影讲是安怎伊台语讲足好，就是因为因阿嬷定定咧唱卡拉 OK， 所以伊伫迄个环境之下呢，伊台语真好，台语课互伊找着信心吼，我特别看即张相片吼。其实是要感谢我这个校长吼，我做真侪工课是因为阮这个梁荣副校长吼，伊即卖已经调去北京学校啊，伊伫阮校8档的时间吼，我真侪趁侪介绍物件，拢是阮这个校长甲我支持甲鼓励吼，我才会当完成的吼，所以我嘛借这个伫线顶的机会来甲伊多谢吼，好，这是我做的一部活动吼，好，迄个。这个是其中阮一条这个通韵啦，吼，叫做咱兜点心庄，吼，咱兜点心庄。好，我请迄个苏怡敢有伫诶？小怡敢有伫诶？小怡敢有伫诶？无苏燕有伫诶无？有。苏燕你念看卖好无？看着无？咱兜点心庄来，好。咱兜点心庄。古早地名武罗湾，北部先族高帕拉，掠鱼种湖过生活，祖灵保庇，咱子孙自由自在天地阔。咱兜点心庄，清朝号名兴德堡，先民开垦路途远，大溪溪边起家园，早前出名是阿港。一夫二乐三新庄。好，来感谢小燕老师吼。好，来好，感谢吼。迄个我家己念一遍好啊啦吼。迄个啥叫咱兜吼？因为对我阮学生来讲，吼，新庄是阮共同的家园啦吼，所以我讲咱兜点新庄。新庄以前的地名叫啥？武罗湾。伊是一个北部族的地名吼，叫武罗湾，因为住一寡北部族的先民伫遮吼。北部先民熬拍蜡吼，迄阵因是真熬拍蜡吼。因的生活是安那掠鱼啦吼，种一寡物件种乌吼，种乌啦，种乌过生活。祖灵保庇咱子孙自由自在天地阔。咱兜点新庄清朝号名兴德堡，伫清朝时代迄阵叫啥？迄阵的新庄叫兴德堡，吼，先民开垦路头远，大汉溪边起家园，吼，因为阮新庄就拄在大汉溪边，吼，新庄呢，其实以前吼，我刚来新庄的时阵吼，打分发伫新庄的时阵吼，伫板桥分发，未来到新庄吼，阮学校吼爱坐一种公车，我定本省笑吼，迄套的公车到即马个有叫做99号公车，吼，因为伊爱坐足远的。车帮迄阵无介接吼，所以迄个我定下本身就讲要等很久，还要坐很久，就叫做99啦，吼。好，来到新庄的时阵，含我细汉对台北的印象完全无共。迄阵的新庄并毋是像即马遮尔咱闹热吼，真侪田啦吼，真侪田吼。迄个所以我对新庄的第一印象就是介好。一直到我咧做这个9年一贯的这个乡土课程的时阵吼，带阮学年的老师做伙咧做认捌家己的故乡的课程的时阵吼，他知影讲原来新庄是北台湾的啥？以前是北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前伊是一个河港咧，吼，咱以前是讲一府是台南府城，二都吼，就是讲台湾的开垦啦，对台湾迄个台南府城到啥？咱的鹿港。排第三是新庄的，毋是即摆艋舺咧，是因为新庄的即个河港即个土沙积卡，后来它变成即个三艋舺，吼。所以阮就写即个咱兜点新庄的一系列的即个算讲通韵啦，吼，用台语来互囡仔认捌家己的乡土，吼。好，过来我教囡仔做啥呢？做即个魔术册，
吼，魔术册，吼，这着2张纸啊，就会当做啊，吼，啊，互因来认捌台湾的地名，啊，我着用这个来看，有人知影迄个答案无啦，吼，饭时底暗叫一个台湾地名，知影的人，你着麦开开讲一个。啊，二队啊，好，二队，那是二队，那是二队。饭时要底，你着底暗，你着无法度底啊，底袂较无啊。哦，真好，甲拍谱啊者，吼，真牛，是会汉字是无？嘿，对。哦，牛吼，咱迄个空来基金会啊，选一寡奖品。来，迄个嘛，因为安尼真正的因缘啦，吼，真正的因缘吼，所以迄个我有机会通参与真济工会，啊嘛伫学校做一寡工会啊，后来吼，一个真特别的因缘，来做新北市的这个台语的指导员啦吼。其实进前捌找过我2届吼，我拢甲讲我介意在学校教册啦吼。啊后来一个真特别的因缘吼，啊所以因甲找我的时阵，我想讲迄阵我到半冬就会当退休啊吼。所以我想讲哈，敢若命中注定一定爱做吼，啊无就甲做下，他来退休啦吼。啊无想着一个做吼，怎啊无退休吼？开始去做这个指导员了吼，发现一寡问题吼，就是讲虽然咱有台语课程，毋过其实一礼拜一节课，囡仔所学的真有限。啊，咱的本土语的课程伫学校其实是算，因为伊毋是主要的升学科目，其实是一个弱势的科目，吼。啊，咱的教育部一直在推三美籍的认证，美籍的认证。啊，我发现讲，像我这个年岁，甲伫学校的已经真少啊。咱的少年辈，伊真正话台语拢讲袂练转，啊，讲袂练转，你要去美籍认证，哪有可能？啊，搁来，因为我有做一寡进前教育部有请我去录迄个闽南语认证的动画，啊，我会去迄当，阮去师大的录音室，啊是一个拢无人顾，啊内底就有麦克，啊就叫阮家己讲安尼，啊我就甲迄阵的负责人讲，哇，咱教育部遮尔啊散哦，散甲含，我讲这吼，我半点钟就甲伊牵绕开。吼，啊，伊叫我找学生做伙去录，吼，啊，结果，我讲无啥物事，就是含开600块去专业的录音室，吼，就敢若有困难安尼。后来当然因为去找啦，吼，我就真正半点钟甲牵绕开，吼，啊，等于讲参与真济工会过程，我发现讲，咱无像咱的啥，叫做原民会。吼，咱无原民会，咱嘛无客委会，咱啥物会都无。虽然咱是台湾多数的族群，毋过其实咱是真弱势啦，因为咱无啥物经费，吼，无啥物经费，所以迄个伫迄个时空的背景之下，吼，我怎啊来做这个叫做 A 级认证的工作坊，吼，我即马就小可用互大家看一下，吼。魏老师可能看过哈，碧云老师有啥物代志？有一个碧云老师举手，有啥物代志？若无，我就来分享这个，大家做伙认真啊，袂记。好，歹势啦，会遮，我无甲点去。好，老师看会到我的画面无？我看到。这迄个可能魏老师已经捌用过啊，吼。啊，魏老师甲毋知吼，啊，我就是介绍资源，你若用得着，你就去用吼。好，比如讲这吼。请问下面倒一张图是卡贝笋？啊，这下骹我就有做答案啦，吼，就有做答案，吼。比如讲你袂晓，吼，啊，这就是我家己来录音，吼。啊，对话部分吼，请2个好朋友，董明华老师甲洞山主任到录音啦。明仔载初一爱食菜哦。对啊，让我昨日就想到啊。经过对话，今仔日是初几 ？A. 初一 ，B. 初二 ，C.
30 D 初3。好，我迄个今早就入来吼，有听到大家伫遐咧开讲吼，有咱一位什么印尼的，应该是洪家兄是无？洪义兄，洪家兄是无？洪家兄，敢听到我声？洪义兄，听袂着？哦，我是要问你讲，你敢知即条的答案安尼尔？好吧，阮族有伫线上无？有老师有初一阮族你感觉即条的答案应该是啥？ A 初一，初一好，咱就来看卖，不管咱对毋对，咱就甲看卖，答案就伫下骹。哦，答案是啥 ？C 啊 C 啊，所以敢对？唔对，毋对，无要紧啊。这其实就是互大家安那，你着不管你因为向阳甲你问，你可能还袂思考好吼。明仔载初一嘛，昨日是什么？前天，前天哈，我向向甲叫咧，伊怎惊着吼，惊着吼，来，迄个这就是互大家无压力，无压力，家己会当去学习，这做这就是较适合咱初学者的吼，这我有照迄阵这相片画拢是阮这个人亲头亲啦吼，咱的母语上界亲，这是我请这多媒体公司甲我藏起的吼，一寡这个图嘛是我摕互伊，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安尼物件啦吼，嘛要照这其实做这个有一点因缘啦吼，我就小可放一点互大家听。大家做伙来认证，咱大家拢知影，语言是文化的根本，语言若灭，文化就绝，族群嘛自然会消失去。所以语言毋若是建构文化世界，嘛是族群凝聚的象征，灵魂的尊严。透过母语的学习，学生囡仔才会当深入去认捌建构伫语言面顶的乡土文化，甚至进一步利用乡土文化的精粹甲价值，创造新的文化。好，我就放爱就好啊吼。其实内底有一段我写一句话吼，我要讲一个故事吼，一个真正的故事吼。阮翁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朋友吼，伫美国真用心、真认真咧推销台语文吼。叫做我拢叫伊洪家兄吼，洪家兄。伊迄个伊住伫美国的纽泽西，纽泽西。我捌迄个含伊去阮有去美国吼，迄阵怎样讲？伊代表因联名吼去美国做一个月的即个巡回演讲吼，我有含伊去吼，就捌即个洪家兄吼。这个洪家兄伊讲伊迄个对于纽泽西的厝吼，爱因搬厝的时阵吼，请两个啥就是有工人咧甲伊搬因的家具啦吼。搬家具的时阵，伊听着因两个讲的话吼，伊毋知讲因咧讲啥物语，毋知讲啥物语，就问伊讲。恁讲的是啥物话？用英语啦，用英语甲问人讲，恁是咧讲啥物语啦？迄工人甲讲阮讲的阮讲的是全世界上水的语言，后来知影讲啥？原来伊讲的是啥？迄个墨西哥的语言，墨西哥的语言到底是倒一？伊墨西哥的语言有真侪种啦，伊官方的语言是西班牙话，毋过因的方言真侪就讲，我即句话意思是讲你看墨西哥伊并毋是经济足好的国家，毋过因对讲家己的话是真有自信的，真有自信的。颠倒颠倒咱台湾人真侪人对讲家己的话是足无自信的，足无自信的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因缘啦所以我怎招几个老师做伙来做这个工作坊，甲这个完成，互大家会当伫网络家己真自在，会当去学习，甚至你家会当学，你若需要纸本，你家会当去用阮嘛要借这个机会来感谢这个斗三工的这几位优秀的老师啦好，看到阮
水族囡仔相片无？李海婷老看师会到看到花红人水，真正是水吼，嘿，真正是水吼。啊，足优秀的老师，即马嘛要即摆阮辅导团啦吼，来甲大家服务啊吼。啊，伊人水声水啦吼，啊嘛全国拢头比赛第1名，啊我请伊来斗相共吼。啊，迄阵我有叫每一人写者伊参与这工作坊的这个心声吼。啊，这是阮辅导团的辛英玲老师吼，真够写文章吼，嘛请伊斗相共吼。啊，这个是我吼，我等者较讲吼。啊，这是阮辅导团的董明华老师内底录音的，真奶真好听的声，就是明华老师的声吼。啊，这是阮真资深的团员素年老师吼，素年老师吼。啊，这慧玲老师吼。啊，这是阮学校有2位老师吼，迄个晓妍老师啊，甲邱冠老师吼。啊，迄个其实我家己真少去看这啦吼，迄天看的时阵其实嘛真感动吼，真感动吼，迄个。有人要甲我斗念，有人要斗念无？送伫线顶。小琪伫线顶，我伫线顶。吴安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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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小琪，来，好念，好来好，你好，胡安杰吼来，甲我念一下好无来？10月份，你看得到无？我看袂到，我老岁仔目啊。哦，你那里下，大家都用老师啊，我来念啦，我少年来啦，我少年来上面。我来念啦。好来，10月份来。啊，是我。好来。好，歹势拄则老师甲我叫我无传麦克风。小琪好，小琪好来，小琪来好，10月份接到小琪老师的电话邀请来，好。演快点。我去用。无啊，我去用挂出来呢。无啦，你还伫内底啦。有听到声来挂出去。我无读画面啊呢。啊，等一下哦。老师，我那啥物念？来啦，叫玉玲来念啦。哦，玉玲好，歹势来，玉玲来，玉玲来念，小囡仔来念来。快点无？玉玲，你莫课无开。哦，我尽好量。好来。伊有一点仔细字啦，我尽量。10月份接到小琪老师的电话邀请，讲要成立闽南语 A 级认证练习本发展工作坊。伊讲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工课。头起先，阮心肝头有淡薄仔紧张甲不安，惊讲代志真侪，无法度伫时间内完成任务。还佫介绍老师。好来，咱人咱人若有想要做的代志，有影就爱去做。加入这个工作坊，互我看到小琪老师的执行力是遐尼悬，处理代志的效率实在是有够好的。伫出题的过程中，伊的提醒说明，互阮学到真侪出题的撇步。伊的修改建议甲学落，互大家激出信心甲才情。伫掠着美角了后，阮大家就会愈出愈好啊！人讲做别人的代志，练家己的功夫，咱人定定会，还未行过的路哩，就大声。唔通行标记，嘿。意思定定无法度来呈现出家己价值甲实力。加入这个工作坊，互我体会到，修行是无撇步的，就是爱去做别人无愿意做的代志。伊嘛互我知影一个团体上需要的是各种无同的能力、个性的人，大家爱斗阵做伙来合作甲发挥，
多谢淑琪老师甲工作坊的成员，感谢恁互我伫遮学着遮尔济功夫，这拢是我未来的宝贝。哦，这互你全国第一名，足够读的，甲拍谱啊者，哦，迄个索尼老师，索尼姐也写的吼，迄个我感觉我家己看真感动啦吼。其实迄个时阵我真正是敢若戆人直直做吼，戆人直直做吼。啊，我家己嘛写一段话吼，我家己分享者吼，我讲吼，无暝无日啦吼，咧做这个工作坊，即马想起来实在是大念头啦吼。有7个好朋友听我讲，这是咧做功德的工事，要一个人加盟，就对我聊落去。规个过程虽然是夭寿忝的，毋过当当我伫放专业拍700字教材分享、环境推广的时阵，心中充满感谢甲期待。感谢这7个好朋友，感谢所有斗相共的友姊，嘛期待咱台语文的花蕊愈开愈水。愈开愈芳，吼！迄阵我甲我的心声甲留落来，吼，啊，着含大家做者分享，吼。啊，即马吼嘛是因为迄阵做了伤出力，吼，做了伤出力，所以迄个后来声嘛是因为安尼做歹去啦，吼，迄阵较少的咧，吼，迄个饭堂的啊，定定伫电脑头前，吼，啊，着哪校对，甚至阮老孙其实拢足无用吼，啊伊互我查某的时阵是12点嘛，我就开始改到半暝。啊，到媒体公司互我物件嘛12点嘛，我就一直家己蹛一间一间一直蹛顺蹛看，啊，家己蹛排版，家己蹛约有诶无诶吼，啊，家己蹛变一个物件出来吼，毋爱开偌济时间啦吼。啊，做到天光，啊面洗洗就出去访视吼。即马想起来真正是。即马下回真正无法度做啊吼，啊嘛好咧加在吼，迄阵有即阵好朋友吼来斗做，啊我着借这机会吼，甲因多谢者，啊嘛甲大家介绍讲有安尼资源吼，好，啊搁来迄个我着来讲我迄当做了过当年吼，我其实甲做者叫做即个700字数吼，700字数吼，700字数这是我过当年2016做的吼，2016做的吼，啊这个应该真侪人咧用吼。啊，这应该拢有看过啊，吼，好，会当安那，好介绍，我这主要是介绍互毋捌看过的人看者吼，会当下一页，会当下安那，目呢真，嘛会当快速去跳跃，吼，快速去跳跃，吼，这个是我嘛要感谢这个多媒体公司啦，吼，一个开始其实我是讲，我有2万块吼，啊，你会当甲我印这700字，我想要去做推广，吼。啊，伫咧开讲的过程吼，我讲其实我想要做一个有声的物件，互老师安那要学的时阵吼，互任何想要学的人，伊倒一个词袂晓，伊就会当点迄个词，吼，安尼较利便。啊，迄个无想着伊讲好，我甲你做，吼，我甲你做，吼。后来当然不止互伊2万块啦，吼，我就是迄个加1点仔钱，互我讲你甲我做较好诶，吼，啊，计做出来其实。我真满意吼，啊嘛真感谢真侪人吼，拢有咧使用吼，啊来做推销咱的台语文吼。这是书院安那？书院啥代志？老师，阮即马看到的画面，拄啊好甲你讲，迄700字无相像，所以无看到。快点啥？阮即马看到是10月迄篇文章。阮看到700字咧。是呢，看到700字。阮嘛看到700字，嘛是700字。拄啊有看到700字。哦，那我今仔我嘛是看到700字啦。有确定就好。好，来，过来迄个，我着甲介绍我咱今仔要讲的即个听故事捌乡土啦，吼。好，来，真感谢安珠老师啊，吼，迄介绍拢伊写的啦，拢伊写的吼。伊伫我遮，我家己咧看的时阵吼，甲写甲，那会感觉足熟悉的吼。吼，原来就是拢我家己这，因为其实这几当前做的啦，吼，做这嘛有一点仔因缘啦，吼，一点仔因缘等下较讲啦，吼，迄个这全部拢是我家己的作品啦，吼，这作品吼，好，来啊，那我就小可听故事，捌乡土，听会着吼，看会着吼，这本册是写文有听到啊，尽心完成的台语文，其中。教育部电子报阅读闽课语的文章是2016、2017
这两档所写的。朗读文章是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语文竞赛闽南语朗读文章定文所写的。好，来，其实咱即届吼，迄个参与的这友志吼，真济吼，拢足够写台语文的啦。吼，我毋是足够写文章的人，吼，啊，毋过就是经过咱就是讲。咱迄阵无台语台，无啥物会，拢无吼。啊，咱真欠缺经费的一个年代啦，吼。啊，所以迄阵教育部有一寡工会，我拢有参与着。啊，嘛知影讲咱拢无啥物经费。啊，拄开始咱的朗读文章，吼嘛无像即摆遮普遍，无遮普遍。所以迄阵我每一档我拢会写一篇，吼，写一篇。啊，后来一个缘分啦，吼。一个开始嘛是找我写，我讲我无介意写，我就甲拒绝。后来因需要较侪人写，甲来找我的时阵，迄阵我拄啊一寡因缘吼，啊较用，所以我就讲好啦，无甲当做练文章。啊，所以迄阵其实拢为着要交即个交稿吼，用真侪心神去写一寡物件吼，写一寡物件。啊，所以迄阵有写一寡文章落来吼，啊，所以我后来吼想讲，我怎啊甲分做这6类啦吼，怀念的青春、感动的人物、心实的民俗、历史的记忆。啊，趣味的生态、美丽的所在，吼，好啊，迄个这段话其实是我想要表达的啦，吼。各篇文章拢有附词类学习，佮有加录音，成做有声音的故事。扫描册 QR code， 就会当听，希望会当帮助学习者阅读，甲认识家己的乡土文化。相信人人若尽一份心，就会看到无语的春天。这是出版这本册的动机，嘛是我上大的愿望。好，来，啊，迄个我着小可等来遮小可讲者啦，吼，我无啥时间啦，吼，比如讲这内底有我细汉的时阵，吼，做猪仔散步啦，吼，就是。囡仔屁啊吼，啊，阮爸爸叫我去，阮爸爸叫我去迄猪仔啦。阮爸爸若迄个猪仔伫遐懒散的时阵吼，啊，有迄阵猪仔注册费主要的来源吼，啊，所以若猪母吼伫遐真歹生，伫遐生袂出来时吼，啊，我瘦猪巴嘛，我细汉足瘦的，啊，足细粒子的吼，啊，阮爸爸就叫我呐，啊，手长长啊吼，啊，就叫我呐。哭落去安尼，甲吟出来，吼吟出来。我咧写即段过程啦，写即段过程啦，吼。啊，其实我诶文章，我家己较有迄个上重，其实拢会上尾一段啦，吼。是嘛，囡仔回去故乡，我要是会想起做囡仔时，规袖猪仔囝小坐树林，迎头含泪，倒伫猪母。温暖的腹肚边，迄种幸福、满足的模样。伫遐散步，一段难忘的记忆，嘛，互我永远感念父母辛苦的岁月，甲天大的温情。来，迄个。敢若无啥时间通讲啊吼，啊内底嘛有我家己少年与细汉经济无介好吼，家庭经济无好，我想迄是迄个年代普遍的情形吼，所以自细汉国校啊，阮着拢逐工拢爱去放学了吼，去工厂包装啦吼，啊加线屎吼，趁1点钟5箍吼，啊我读书专的时阵，每一档的休热吼，我拢会去拍工啦，打工啦，吼，啊，这伫咧写我师专2年去迄个啥，迄个发财啊车顶悬吼，一个清水屋的满钱吼，含一个佳琪女中的一个啊，阮年岁差不多的查某囡仔，啊，阮两个做伙卖满钱啦。啊，会记迄阵吼，拄啊是啥楚留香足有名的时阵，啊，逐届若迄个拄啊咧做楚留香的时阵，规个街仔路拢无人。规街路拢无人，吼，啊，过来我去梨山万来啊，一个即个过程啦，吼，啊，
拢即马想起来，少年时有一寡即个真特别的经验吼。虽然迄阵其实嘛无感觉艰苦啦吼，可能这嘛是我家己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啦吼嘛，因为安尼感觉家己的人生加真丰富吼。我每一篇文章拢有附这个叫思类吼，思类就是讲内底做一个事你袂晓，你就当安尼。譬如讲这个了，你不爱听就甲收入去，吼，大家会当安那，迄个真自在去学习，内底有嘛有金门介绍金门的民俗的，民俗的，这个食头甲起居，迄个嘛有一寡介绍我的故乡会名，介绍我的故乡会名，因为我无时间通介绍到有我要推销这个德语言，我希望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甲家己的母语学好，佫会当甲咱的咱嘛会当家己台语学好，佫会当去学客语，甚至咱的原住民语即个讲台南的这八曲的公园的故事内底有总共20几篇文章较欢迎大家去家己去看好，我特别最后剩3分钟，我特别转来我的PPT 等下我的 PPT 遮好，来，刚好看到我的 PPT。好来，我的真紧甲伊迄个等者等者我的脑筋来响，我先关掉，我等者插掉啦。来。来，迄个这是拄仔讲的这我做的会讲话700字这个介绍过。其实我有做一个因为行咧行学校走学校会发现讲咱语言的推测咱伫幼稚园即块做了伤少幼稚园老师足认真的足认真的，毋过因拢无机会通有即种相关的演习我看因拢家去网络找一寡教材用字拢会学袂用，所以我总甲阮新北市做的教材甲整理一个新北囡仔歌50条迄阵做1000篇那迄阵拢拄开始一班拢送伊1篇啦已经送了这个新北囡仔歌50条互因毋免家去找真伊的这用字拢已经是正确的而且迄阵阮一条拢5000块，请人足刻的互因用这是这几档我感觉讲语言国校的囡仔其实真无用，下课拢在补习啦幼稚园即块是咱会当开发的因为幼稚园的老师伊若会晓讲，伊若有这个语言意识伊真自然含囡仔讲台语就好所以我嘛有甲因办几场的演习嘛真感谢这参与的老师这就是我这个听故事捌乡土，我最后就用这来做一个结束啦我来做这本册因缘，最主要就是2017年因为迄个年底时阵，迄阵已经有真济咱台语文的幼稚拢足够写台语文啦拢足够写台语文啦，所以电子报已经毋免阮几个写伊就讲迄阵教育部迄个小姐叫安秀啦伊就讲伊就这后摆迄个平台希望会当互迄个一寡有写拢读文章的人拢会当伫遐发表所以阮就会使免写所以我阵会想讲电子报拢是啥文字的对迄个对一般人来讲，伊嘛无法度去了解啦伊无法度听有啦伊看无啦，无一定捌台语字所以迄阵我会想讲，我要甲做一个有声的物件，一开始请多媒体公司甲我设计，是甲我设计安一个方面因为无计钱钱互伊做我就怎我家己拢家己来我全部家己来这就是我因为我定去金门我透早开行搭金门是一个故事岛嘛，是一个真美丽的所在迄个因为我家一个人，所以迄个这个就是我的影，你当看这是早起我就用这张相片我少年的时阵细汉有一个因缘迄个我国华4年的时阵有一个老师叫林良明老师，伊拄替我足好诶，伊讲迄个若想要学写毛笔字的囡仔，拢会当留落来免费甲阮教我的毛笔字就是迄阵迄阵写了袂歹的啦后来我嘛有去参加迄阵的台南县
写毛笔字比赛，甲着台南县的第1名，啊，甲家人来参加全国赛吼，啊，毋过后来就无写吼，啊，毋过只要有一点仔基础吼，迄阵就家己安尼学白变吼，少年时阵写毛笔字有吸引啦，吼，啊，家己就安尼写几600张，写几600张吼，啊，安尼就安尼家己安尼画吼，啊，想讲我要做一本细细本来的物件，互大家会当随手册就对啦吼，啊，来推销这个物件，互人，因为迄阵做认真写，拢有每一篇故事，我想要传达的一寡想法甲理念，啊，家己就安尼写几600张，啊，画几600张吼，甲痟的吼，安尼画吼，啊，到尾啊，甲办一张啥，迄个读册会啦吼，啊，我有看到迄个回雪迄个嘛是迄阵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吼，啊，我阵甲因办2天的这个读册会吼，啊，甲设计一个叫啥，迄个花柜表啦吼，啊，我遮就有。因迄阵写的即个心声吼，啊，恁若是对我的文章有兴趣吼，拢放伫网络，你只要拍关键字词，我拄仔介绍资源拢有伫遐吼。好，啊，这是伊讲伊介意我内底有设计几个问题啦吼。有一位讲伊上介意我这巴克利公园的故事，吼，因为内底我有讲到即个公园，吼，本来是一个粪扫山，因为3个箭头。3个箭头，啊，用2天的时间，因它会当变成一个水当当的公园，啊，而且为着要纪念对咱台语文真有贡献的巴克利博士，对台湾真有贡献的巴克利博士，甲这个公园，甲合作巴克利公园，啊，所以迄个老师有写一段话，啊，因为我正无时间，我就真紧复过，好，啊，这是另外一位老师，伊用华语写的，伊介意我的会赢这篇，伊感觉讲和伊的故乡结合，互伊对伊故乡有认同。啊，伊介意我这几篇啊，要转来故乡买灵魂的人，我介绍迄个为咱的后山花莲服务的这个门诺医院的前院长，咱的这个黄信宏医师，啊，甲内底我有写着一篇人生的上尾一课，讲着我的同学，啊，甲有咱的迄一寡个啦，来讲这好，啊，内底我嘛有请伊写伊上介意的这个文句因写着啥？一个人行较紧，这是我的人生爱有好朋友内底迄篇写，一群人行较远，啊，这是我介绍迄个密克林神父，我是台湾人，伊是一个外国人，啊，毋过伊甲伊的青春拢奉献伫台湾，爱内底有一句话，伊讲人若坚心相信上帝，的确会替咱开始。即句话嘛，对我有真大的影响啦，我做遮尔啊济，讲我去做一寡代志，其实嘛是受到咱一寡即个传教师对台湾有贡献的传教师因的一寡影响啊，内底我有写着，这应该是我人生上尾一课的。内底我有写一句话讲，伫生命的上尾站，爱有智慧，留着飘撇的形影。我家己的爸母拢真早就过身阮妈妈52岁。阮爸爸55岁，所以当我超过50岁的时阵，我一直感觉讲，人的人生足有限啦啊，所以迄个会当做一寡代志，就是真心爱去做尔，所以我无足够，毋过我就是尽我的心去做好，啊，这是迄个内底因互我一寡回馈我就真甲当作宝贝甲留落来好，啊，我就真紧学过即就安尼大家看者就好好，啊，迄个我的台湾路毋是敢行到我的听故事捌乡土尔这2天其实我敢有做一个新的物件，啊，我就用最后才甲这2个讲好了，安就来做结束就来做结束来，迄个我就甲介绍这2天做的来，这叫做学台语真心识，这是我旧年做的啊，这就是要互初学者我甲改做讲甲小弟做伙读台语啦比如讲这有够汉古，因为咱的书店拢是敢比如讲汉古尔，啊，我发现咱的少年辈因较袂晓其实是变调，伊毋知啥物时阵爱变调，啊，若伤长的句，伊甲无法度完全掌握所以我就用较短，比如讲有够汉古，啊，若规句伊就当。伊讲的话有够汉古，好啊，这是旧年做的啊，搁来最后一个就是今年做的今年做的。
今年做的哈，是叫做学语句数语字。好，拄则大家有看到哈？有看到哈？啊，有看到哈？个凊彩点啦哈，凊彩点，比如讲吼，这好做共款吼，含拄则诶原理差不多吼，差不多吼。迄个拄则大家啥我这甲考做学语句数语字，数语字就是咱政府咧讲双语政策，双语政策。真侪人拢无共诶解读，有诶人讲双语就是英语甲华语啊，吼。我要安怎？我希望咱是一个台湾人，咱真有自信，感觉讲即个双语，咱是啥？台语甲英语，所以我就甲即个今年做诶物件甲合作学语句数语字，英语加台语安尼啦，吼。好，迄个上尾我就用我转来我诶 PPT 用句话吼，大话含大家。勉励做一个结束吼。好，看到我 PPT 吼。看到。好，迄个书记老师吼，一人公司啦吼。我拢家这样做啦吼。因为就是进前一个团体做，其实做来非常忝，非常忝啥拢做歹去吼，身体嘛做歹去，所以我后来就是我家己当做偌济，我就尽量去做。我诶物件虽然互大家拢用免钱，毋过我拢做用心吼。我就家这样安尼，真足校对啦，一届甲一届，家己买一个4000块录音笔吼，转来吼，因为入面录音收拢爱钱吼，所以若有毋对，我家己安那，家己迄个家己校对吼，家己校对吼，这是拄仔恁看吼。有一我定定会勉励老师啦吼，咱希望咱诶少年辈，伊后摆台湾是咱要互因安怎诶台湾，要互因安怎诶台湾。咱今仔日互因安怎教育，明仔载台湾伊会成做啥物款？吼，咱今仔日咱家己对家己诶语言有信心，咱后摆少年人伊嘛会想安那？因即马去奥运参加比赛诶时阵，伊会当安那？伊勇敢诶时阵，伊迄个得奖诶时阵，会当真勇敢讲安那？我是台湾人，吼。好，最后我就用这段话，吼，我迄个人生还有好朋友内底写这个话，吼，含大家做勉励，吼，一个人行较紧。一群人行较远，吼，期待咱诶台湾路，大家和谐向前行。好，感谢大家，我就报告到这。感谢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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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大家哈。老师敢会用咧听你画面烧内底诶拄啊上尾啊迄页，上尾遐烧吼，好。嘿，我主要。我主要是要甲大家分享，有真侪同学讲伊摕手机啊，字细字看无。我是要甲大家分享讲，摕手机啊同学其实即马有画面分享，咱会用用咱的镜头补光，甲咱的机载，甲即个画面吐互开，画面就变足大个。你个用个刷叮当念，要看字念就无问题啊。主要是要分享即个使用手机啊，看即个。播报的问题啦，感谢老师，互我时间，谢谢。好，感谢小燕吼，我就甲时间交互咱馆长来，感谢馆长。我想今仔日大家一定拢足感动，有无？有感动看到淑琪老师，伊安尼，伊讲伊敢若笑诶吼，即点我足有同感。因为真正就是你认为是对的代志，检测你原起身嘛无足完全知影会发展做安尼。但是因为是对的代志，爱做的代志，你有真正有迄个意识，你着立落去，你无法度通主动。家己着真正哪晓的吼，我想在场的各位差不多拢是同款的性情吼。不过今仔日我想时间真正有较短，毋过通甲大家报告，这嘛是有史以来第一遍安尼做吼。所以是逐个人共心来，佮有安珠老师甲我斗骹手，安尼连结遮，而且其实后壁还佫一阵，逐个人还佫足欢喜要继续要直直来吼。因为我是利用暑假即个期间，逐个可能较会当有时间。紧诶抢这个时间，紧诶赶紧着甲先甲开始去，看起来敢若做了是对诶工课，对毋对？对啊，是对诶款吼。而且可能嘛是甲咱开一个，佮另外一个路，
可能搁较容易咯，互大家会当相连接。我看到伫海外同乡拢搁表示讲因教材足欠缺吼，即个要学习，因为即个空间的距离甲时间可能拢真困难。我想咱即个情形嘛是会当有搁一个新的路，但是敢若伫遮一定是无够，就是爱互咱先接起来，然后壁搁继续去追踪。咱今仔日有几句话足要紧，咱逐个人爱有自信，台湾人爱有自信。我想，看到书记讲实在讲，大概目眶嘛要得要目眶红吼。我相信咱真侪人足互伊感动着，咱家己可能你家己过程嘛，可能嘛差不多是安尼一款。伫即个中间，我相信咱的命运是共款的，所以会当伫遮互相来勉励。我讲一个人可能会当行较紧，但是若一群人就会当行较远。一群人，大家做伙做，做伙努力，无孤单，而且互相勉励，做伙合作。亲像今仔日书记，伊有累积规半世人的即个成绩，逐项拢点点滴滴，拢会当成做咱的教材，是毋是？所以今仔念起来，我相信逐个后壁抑阁已经用的会晓直直用去，袂晓用的，袂晓去摕到遮个教材，我想嘛会当赶紧联络。然后譬如讲，亲像今仔日参加的真感动，但是你抑阁会当伫 YouTube 去用心去看，然后中间有偌真济，包括你每一个所在，你有敢若一个所在就有教业，你后壁拼足侪工课，一个课程后壁就佫会当延续出足侪的即个内容。我想讲，咱若逐个人做伙做一群人，我想咱逐个一定爱逐个相连，逐个做伙做。我想即条路，台湾一定是光彩的，对毋对？对。我想咱真感谢咱的书记老师，感谢安祖老师甲咱安排书记这宝贝吼。莫怪伊是诚做咱教育部直直改诚做是咱的迄个得奖贡献得奖的即个任务。我想伊是实至名归啦，确实是安尼吼。我相信不但是伊，其实抑阁有足侪人，但是咱一个一个拢甲念出来，一个一个拢来相念即每一个人拢安尼，其实你家己，咱在场的每一个人，拢共款是迄个足要紧、有贡献的人。咱大家做伙继续行咱的台湾路。多谢大家，请大家用热烈的鼓声，拍鼓啊，拍鼓啊，拍大个！感谢嘛，因卖袂入来的朋友，请因去看 YouTube， 然后看到美华咧切目屎对无？美华，我想不但是伊咧切目屎，我相信足侪人拢咧切目屎吼，我感足欢喜。逐个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台湾人，咱就是台湾人吼，咱逐个做伙，绝对一定公平的，绝对一定公平的，咱的台语文一定会发挥，一定会发展。祝福大家会记得。我问老师一个问题无？好，当然。老师，书记老师，你拄则迄个学台语所以一项甲学台语真心性吼，请问伊这是家己私人做，伊敢会当伫咧公共场所安尼，敢有版权的问题？因讲的版权就是我啦，资料的来源就是咱教育部的学习闽南语手册。咱只有所以若要书面资料就是教育部的学习闽南语手册嘿。你迄个若要用，就是你只要拍关键字词的，拢会当去哩啊。就是讲，因为咱有真寡讲师啊吼，也是讲要教囡仔的即个，要教台语的即个课程吼，有当时若是你用到即个网站安尼，会侵犯啊袂？袂啦。袂吼。好，多谢。真好，多谢。好。各位朋友，若是你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其他的，还是需要斗骹手的、斗连接的，
我想讲会当通甲咱你留言簿留咧吼，啊，逐个我想咱即摆逐个会记得哦，咱是一群人对无？咱是逐个做伙的对无？毋是对，毋是单独吼，咱拢是逐个，咱拢是台湾人，咱逐个做伙拼势。啊，而且毋是干那咱尔，咱个爱赶紧个找，还佫足济，还佫足济，拢互因逐个会当做伙来做伙，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要紧。这是咱本地的价值啊，敢毋是咧？所以请大家佫继续去推动，互较侪人会当参加，啊，会当去看 YouTube。啊，因为我其实吼，咱的 YouTube 的迄个点阅率吼，阮拢有咧计，有咧登记。啊，因为实在讲，咱有太侪物爱分享，所以我就无用时间去报告。所以请恁大家继续去招佫较侪人，大家上无有一个负担好，无你一礼拜嘛爱去上无嘛去招一个人来继续增加咱的阵容，敢好？好唔好？好。安尼会记得下礼拜。咱的拜二、佮拜四、佮继续，就佮有课程啊！安珠老师嘛要开始，伊嘛要开始加入来啊！吼，所以请大家热切佮招较侪人来吼。然后若阵进不来，咱的 Google Meeting 不要紧，马上转迄个 YouTube。啊，无共时间呢，你对袂赴的，会记你原来去 YouTube 去看，佮愈认真看，毋是干那看尔，爱做功课。啊，头拄有一句足要紧的，做别人的工课，练咱的功夫；做别人的工课，练咱的功夫。我想即句应该足侪人拢足熟悉啊吼，但是该好好该使用起来。我想你袂了着啦吼，你袂了着，你做别人的工课，练家己的功夫，大家人都亲像咱小琪老师安尼，互咱大家足感动的，佮拍互我拍大个。来，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多谢咱干部的团队同仁，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在干部拢点着啊，去替咱服务个吼，多谢因，多谢大家。好，再会。大家再会，再会。好，再会。